乡亲啊，继续来讲青池。为沙漠到北极，不管什么所在，青池是无所不在。青池唔乃当维护地球的生态系统，嘛当有效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敢若是伫台湾，洪记录到的青池都超过1500种，生态资源相当的丰富。但是台湾目前咧研究青池的专家只有5-6个人。开始研究的时间嘛比其他国家晚将近100年。其中研究到青池超过10年的专家姚开武，甲日本的学者伫玉山顶发现高海拔的稀有种高木池。伫高中咧教生物的老师杨玉芳是透过网络社团用简单好码的方式，互更较侪人了解到青池。乡亲啊，即摆就对着专家的脚步，进入到青池神秘的世界。苔藓让我看到一些不同的世界，变得很缤纷。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趣，我就投入在这个做形态分类的行列里面。苔藓也不只是绿色而已，甚至也有一些苔藓呢，它会呈现银白色。在微观的世界里面，每一种苔藓都有很特殊的地方。东洋的诗人王维用诗词将青池的生存环境写甲真有路。印象中，青池一般拢是生长伫淡湿阴暗的角边，不过也有另外一种的比较角小生物，常常风掠出就是青池。像我们这样子看到这水管上面的这个，就是我一般讲的青苔啊，这其实是藻类。那一般来说，石头上长的啊，就是它蓝绿菌上面常常会有一些黏液嘛，所以会比较滑。那这一边呢，同样在水管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叶子的啊，这种就叫苔藓。有学者认为，苔藓可能是为绿色海草所演化来的，存在伫地球至少4亿到5亿年，是上早定居伫地球的生物。这类渺小的小生物，无论是伫平地，也是海拔3000公尺的关山、极地，或者是沙漠，甚至伫水底，拢会当发现因的存在。然后路边有一些蛇藓，要小心。这边还有雨苔。这边的话是孔雀苔，然后这边是鱼藓属，一丝一丝的会是平苔科的植物。这有那个比拉针苔或比拉莲苔。自大学达到入苔藓的研究，高达超过10年姚家武和伊学者高中的生物老师杨玉芳，将会来到新田，对因来讲，得穿就是进入苔藓的宝库同款。溪头这边的那个苔藓是不是有非常多种？有很多啊，其实光这个石壁上大概就可以找到7-8种左右的苔藓。台湾的苔藓其实多样性算是非常的高，从低海拔到高海拔3000多公尺的高山有好几座嘛，好几百座嘛，哈。那这样子的环境呢，就是你不同的海拔就会有不同的苔藓。中国的地这么大，他们只有大概2300种。日本的话，大约是1800到1900种左右，好，所以相对来讲，我们台湾的那个苔藓的密度是比较高的。台湾敢若海拔的高低差都有4000公尺，嘛有热带、亚热带、温带甲寒带等等气候随地的分布，成就适合苔藓生长的环境。目前在全球的苔藓种类总共有23000多种，而光在台湾就有超过1500种，而且台湾的特有种类也有130多种。另外呢，在溪头的石壁上，仔细看这上面的石头，甚至一次呢还可以发现7到8种不同的苔藓种类。这边的话大概有4-5种啊，你这里比较容易看到的，像这里，这个叫粗枝苔啊，这个是在中海拔山区非常容易见到的，这个叫凤尾苔。出野外，我们常常会用这种放大镜去看，这样子观察，你可以看到它的叶脉。透过함镜，艺术是走入苔藓美奇的森林世界。这个叫蛇藓，
啊，这种是片状体的藓类。啊，为什么叫蛇藓？因为它有一些鳞片哈，这个是一格一格的啊，像蛇的鳞片。好，所以这个蛇藓的名字是这样来的。这个叫通气孔啊，所以我们看到的那一格一格的，就是这样子一个格子，它就像一个房间，然后每个房间上面有个洞，有个烟囱。详细观察，就会当看出无共种类苔藓的差别。这边有一些小杯子，啊，这叫无限芽杯。仔细看这个有无限芽杯的片状体，它没有很明显的纹路，这个叫地钱。哦，这个应该是粗裂地钱。透过微小的细节，可以当找出意外大发现。生多所的所长，他是做那个细鳞藓的。那细鳞藓的话，它非常的小，附生在叶子上面。那他曾经在一片叶子上面找到20多种，快接近30种的细鳞藓。对，一片叶子上面。叶子上面有一点点那种绿色的啊，这个就是细鳞藓，啊，一种藓类，它是附生在这种植物的叶子上面的哈。苔藓食物会当分做3类，地钱、甲藓、甲藓类的食物网，无维管束，嘛无真菌，主要是靠保持体散布来生团。只要会当调伫有水、有日头的所在，苔藓就会当成长。这个已经精卵结合，我们叫孢子体。国外的部分哈，因为有一些苔类，它喜欢这些重金属。采矿的时候，它如果看到有长这种苔藓的时候，它就会知道说，哦，这区块可能非常有可能会有一些铜矿在这里。悬垂型的苔藓啊，大部分都是这种悬苔哈，它几乎都只长在树枝上。不同的基质就会有不同的苔藓。附生型的苔藓，像是这个细鳞藓类的，啊，它非常喜欢长在叶子上面。那它其实一般就不会长在泥土上面。有一个苔藓，甚至连目睭甲함镜拢无法度准确来辨认。这个时阵，就必须爱采集登去研究室，用显微镜放大50倍，才会当看出关键的特点。早上的时候，你用肉眼看，其实你只看得到这些这叫次生的茎上面再分出一个。你如果在显微镜下面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小叶子。哦，所以羽苔有点像羽毛，就是它其实跟它的分叉也有关啦。啊，这个就是油。这个是羽苔科常常会看到的一个特征，有很多种，其实它外形长得很像。如果没有显微镜的话，你是其实对于做分类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目前全世界有记录的苔藓超过23000种，日本有1800种，英国有1000多种，北美有1900多种，台湾是有1500多种。全世界罕见的总共有300种，台湾就占一半咯。因这地农业部生物动有限研究所的姚家武，伊就捌参日本学者伫咧台湾的玉山，头一遍发现活伫海拔3000公尺关山的稀有苔藓。当时呢，采集的点日本有，婆罗洲有，地理分布来说，这个中间的这台湾应该要有。在念大三的时候，有一个日本学者通口正信先生专程来台湾找这个种啊，他就认为这个玉山最高，他认为玉山是很有可能的哈。大三那年就带他到玉山的北峰那一个附近，这样找到这个。那时候我们有发表一个新纪录种这样。那后来我的世界我就觉得变得很缤纷，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趣，我就投入在这个做形态分类的行列里面。台湾的苔藓类是全球第一，不过目前研究苔藓的专家敢若5个人，而且1960年才有本土的学者头一遍投入苔藓的研究。和欧美的国家，或者是日本来比，足足是慢伫咧100年。尤其是日本，苔藓和天然的造景互相牵连。最近组团欣赏苔藓的心灵旅游，更加为地方创生带来观光财。这
边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就是蹼状的苔藓，远远看好像都是像我们所谓的青苔、藻类之类的东西。我把它取起来，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有枝条、有叶片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是林叶苔属的植物。在高中担任生物老师的杨玉峰，10年前加入研究苔藓的网络社团，开始记录、分享苔藓相关的知识。一开始只是单纯记录跟分享，那到后来成立爱苔社，是因为发现有很多人对于园艺方面是比较有兴趣的。所以我自己也着手开始去做种植。那除了一些苔藓基本知识的推广之外，也希望说能够让大家简单的就近去取得相关的材料，让这些苔藓植物能够疗愈自己的生活。已将10年来伫咧全台湾渭南到北就山落海收集的1万张苔藓的相片，藏起伫网络社群，用文字来解释相片，让民众每个在苔藓甲青苔分辨清楚。平地都能够看到，像是牛口苔。牛口苔它其实如果在湿度高的情况之下，它其实真的就长得蛮高，然后蛮清脆的。如果是在北部、东北部宜兰一带，因为降雨比较多，有一些平地的公园就可以看到走灯台。在台北植物园，其实就有很大一片的走灯台可以去做欣赏。丝袜球呢，里面是包这样的一个赤玉土，把它压在水里面，呈现潮湿的这个状况。你喜欢圆形的话，就是用捏成圆形；如果你喜欢爱心形的话，也可以把它捏成爱心形。只要把这个苔片呢，整片贴上去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在家随手完成的明叶苔苔球。培养的方式的话，就是放在阳光照到1-2个小时的地方，维持有水的情况就 OK 了。杨玉峰真爱苔藓，唔但翕相做记录，嘛教人安怎种。第一目睭内的苔藓，唔是干那绿色，是五彩缤纷。在台湾的物种又非常非常多，不同的物种都有各自的特色。苔藓也不只是绿色而已，甚至也有一些苔藓呢会呈现银白色，然后也有一些是呈现橘红色或者是紫色这样的一个色泽，其实是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来得缤纷。那甚至在微观的世界里面，每一种苔藓都有很特殊的地方。要做是秘密新密的苔藓世界，世界拢会当看。不过，无共因为苔藓需要的生存环境嘛真无共。像就是伫中原海拔的苔藓，若是风景伫北地，就无法度活咯。那因为培养的环境的差异，像是光的照度，还有温度的差异，它们生长的状况，还有那个片状体的宽度，都会有一些差异。我们一般平地能够种活的，都是比较平地到浅山的这样子的一个物种。那如果像溪头海拔1000公尺左右，能够看到物种跟平地的就不太相同。苔藓真好种。渐渐啊，正受大众喜爱的网上小物，在网络上买物件平台顶悬苔藓的相片有百种，不过这苔藓是为倒来，敢唔适合伫厝种，无人知影。苔藓带来商机，所以嘛因为安尼面对着逃难的危机。发现很多大众喜欢的那个景观品里面放的苔藓其实是中高海拔的苔藓。如果我们是带到平地来去培养的话，其实养不活。那另外呢，也会直接或间接造成山上苔藓猪被盗采的这个情况。它就是绿色地毯的苔藓，有保水甲净化空气的功能。嘛是培养食物在野的所在。如果若是去互人凊彩板、凊彩破坏，生存受到影响，嘛有可能无法度生团，地势袂整，小连续影响到其他生活的生活条件。悬垂型的苔藓，它会吸收水分，对这个森林水汽的保持是很重要。某一些物种会把那个细鳞藓啊，它会背在背上，细鳞藓有味道。
它可以就是躲避它的捕食者，像一些昆虫，它会躲在那个悬垂型的苔藓里面，那个鸟就啄不到它。苔藓在大自然说，其实不只是人啊，各式各样的动物也会用。大自然，人食鱼，鱼食水。苔藓虽然细长，则是环境袂当欠缺的存在。台湾独有的地理环境甲气候形态，造就全球独一无二多元苔藓的世界，嘛继续点点啊守护地球的生态。